Hello，大家平安，大家晚安，加百位，真欢喜伫空中再会，很开心今天又看到大家哈。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说的顶礼拜讲的吼？下早吼，黎明要安怎讲？有人佫会记得无？就是呢，等下呢，我叫老师来甲咱讲解，讲我讲对无吼？天铺光，安尼，我来问老师，我有讲对无吼？好，老师你好，你好，平安。平安，我有讲毋对无？你讲的100分。耶，真欢喜吼！大家会看到吼，我的后壁吼，哦，这是阿姨吼，碧霞，平安平安的霞吼，很久没有看到她跟我们打招呼吼，很开心啊！今仔刚看到阿壁，这毋是迄个天不光哦，这是另外一个时间吼。这是什么时间呢？就是下来啊，顶个有讲过吼。迄我敢若会记下来啊。老师今仔要甲咱介绍5种讲法，有5种吼黄昏的说法吼，这个很厉害，我练了老半天吼。还有谁来了？哦，晚安，晚安，这是晚安。阿姆好会阿姆，在龙旗的阿姆，多谢平安，晚安。好。安尼，今仔日咱要来看即个。咱这个顶尾包讲到这个黎明吼透早跟天铺光吼。咱今仔要来讲这个咱一般所在讲黄昏呐吼。这个黄昏伫台湾有足侪无共款的所在，有无共款的讲法吼。咱即马为圣经来看这个黄昏伫这个台语顶悬有啥物讲法？咱先来看这个马太福音14章15节，咱请迄个分清的读和本先读看卖来。我读中文哦，和本。和本呀。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这段吼是讲到耶稣伊伫即个3点半的即个伊的传教生涯中间，伊有一家伫湖边伊一个旷野所在，伊会将迄个传讲上帝福音。因讲到过了中昼，来中昼过就来到黄昏啊嘛吼。因就讲这所在是一个旷野，一学生去边的庄舍买一寡物件去食物件，有巴肚袂枵吼。伫即个咱台语圣经内面有2个无共款的讲法吼。伊咱顶看这是巴克里圣经，伊讲吼，日蒙波学生就讲，这是旷野，果时已经过，着互众人四散通去乡下买食吼，才讲蒙波。恁知啥物叫蒙波？蒙波就是黄昏天将晚的时候。一般吼，咱讲太阳还未下山，对吧？对，吼，咱2天的中间吼，中昼的时阵日头是上大上光嘛吼。过了中昼头2点过了，日头就慢慢伊光线就变无强吼。咱像讲树真旺，树真就是讲吼伊稀疏啦，讲伊光线无足阴无足光表示讲一定慢日头一定要落山吼，叫日蒙波吼。另外有一位的，即摆讲新台语的圣经，伊讲吼，要暗的时，门徒我来甲伊讲，这是旷野，时间嘛已经真晚，着解散群众，通互因去附近的庄头买食物吼。再讲着吼，这看有嘛吼，伊讲吼，一定有。时间已暗啊，时间暗就是讲迄个就是讲日头一定要落山一定要暗讲才要暗才讲要暗
买阿嬷的是。啊，所以咱伫即篇有看着讲哦，就是日门煲还是买阿嬷，买阿嬷嘿。来，咱来看下骹镜吼，咱看下镜吼。来，这嘛，请你先读好，不然后去读一解。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日头平息，日头平息吼。这段是讲到迄个耶稣被钉十字架伊割腕的时阵吼，有两个学生要去这个以马忤斯的路程，拄因咧讲，讲伫即几工里这个耶稣发生的代志，拄有一人甲因挖咧，甲因行路，因迄阵毋知这是耶稣嘛，伊则是讲吼，因两个人将要留伊讲，请甲阮住，时已经晚，日要落啊，伊就入去，甲因住要甲因住伊甲讲伊甲讲迄种日头已经平息，伊讲迄个时已经晚。日要落啊，就咱讲山要落山要落山才有种迄个黄昏有种无共款的讲法啦来，咱再看下骹，嘿，这嘛，请你看过来。23章11节，到傍晚的时候，他要用水洗澡，直至日落了才可以入营日落，即阵的日头是落去啊，对吧？落去嘿，即段是里将迄个新民家讲着讲到迄个一些百姓告诉因有念无啥物无清气的物件去望迄无清气的，所以因就表示因人嘛无清气，所以因爱规工拢伫野外但是到下暗的时阵也去洗身躯了因正到清气，咱去因即个以色列营内面伊讲到尾暗的时因着用水洗，到日落才通入去营内伊讲尾暗日头嘛一定要落去所以讲反正是讲到尾暗的时到日头落山的时阵是安尼。尾暗就是比拄则迄个你要落，搁较落去对无？对嘿，一定日头一定落山落去一定落去一定落去嘿。已经落去啊。落去嘿。好来，这个讲话你看过来。耶利米书6章4节，你们要准备攻击他，起来吧，我们可以趁午时上去。哀哉，日已见血，晚影拖长了。这伊遮伫迄个台语这边讲了愈有一寡艺术伊讲恁着伫班高前攻击伊起来咱着趁中昼的时上去惨日头已经下西，尾暗的影已经拖长。伊会讲甲你讲迄个台湾人讲用日头平息嘛伊讲日头一定已经下去或者伫咱头壳顶来慢慢走去西边伊要落去用歪一边去已经下西伊嘛讲安尼啦，因为愈下阵咱的影会愈长嘛愈长到一个程度就无去就是日头已经落山去是安尼讲。尾暗的影，所以这个用台语讲较传神对无？伊会讲惨比较有那种情境因为那个中文说哀哉没有那个感觉那你都讲惨讲很有感受是，来，咱再看后壁。咱来考大家，这两个倒一个是暗头倒一个是蒙波是咪？蒙波嘿是。倒一个是暗头的倒边还是正边？我来看有人会晓无？这个刚才我们有说到暗头是较暗的，还是较光的爱想一下来，我来讲啦暗头就是日头一定落山下暗就开始下暗开始拄开始阵天都煞光，但是咱看拢暗叫暗头蒙波就是种日头未落山
一直日头顶慢慢暗去啊，叫孟波嘿。所以顶悬迄张是孟波，是吗？下骹是那个暗头啊。暗头啊，下骹迄个已经暗去啊，叫做暗头啊。大家答对了没有？有答对的举手一下哈。好，所以这是今仔讲的黄昏傍晚。来吼，咱一般吼，每一个所在有每种所在无同的讲法嘛吼。恁头就讲日孟波吼，但是这个日孟波即啊少人咧讲，一般人讲要暗啊，要暗啊，无着。孟波毋捌听过。少人咧讲嘛吼，一寡年纪大一寡长辈都有人咧讲吼，但是一般即少年人少人咧讲叫孟波啦吼。一般讲要暗啊，无着暗头啊，来讲来日得要暗啊，日要暗吼。日要暗啊。倒就是讲迄个日要落山啊，有人讲日要落，我讲日要落山，这是台湾一人安尼讲日要落山嘿，日要落山。倒有一个所在吼，迄个咱台湾一个所在袂歹所在叫鹿港，鹿港这个人这所在吼，来讲这个看着拢云霞满天呐吼，是讲下来啊。真趣味吼。真趣味，大家学会了没有？5种讲法，5种说法哈。无是6种讲法，6种讲法。佫有一个日蒙波。日蒙波嘿是。日蒙波嘿，无写伫遮吼。好，真趣味啊！其实即阵已经暗嘛，对无？即阵台湾暗嘛吼。即嘛叫做暗嘛。对，但是在意大利，在有一些国家，这个时候还是有一点点啊光诶吼，所以伊个会当即阵个会当讲暗头啊，对无吼？真欢喜，今仔日周霞老师甲咱讲遮尔趣味，足济学足济句，安那讲黄昏吼，大家回想一下吼，再来跟我们说你们想要学什么呢？来，周霞老师，大家后礼拜同一个时间。拜一 AM 泰国7点10分，台湾8点10分，在空中再会，再见。